这对夫妻透过饭店专车接送服务来到星级饭店 check in， 因为政府规定一人一户居家检疫以后，因决定将设施的厝内留予对国外回来家属，算好检疫期末，得当做伙团圆过年。不过，毕竟一大就是14天，所以未少饭店为了让居家检疫的家属安心，纷纷推出大房专案。算算的上价折扣，双人房一暗照2000块起跳，也有免费自助洗衫等大型的设备。在市区里面停车方便，因为我公司离市区还是有段距离啦。然后停车方便是一个我很大的诉求。那再者周边生活机能也比较方便一点，下班之后在吃饭啊，在馆内吃饭也好，或者到周边走路。一些小吃的地方也很方便，所以我就跟我老婆一起选择这个地方这样子。房子留给居间者，因为家人还是希望他们回来有一种回家的感觉。那家里面的设备对家人来说是最熟悉的场域，对，所以我们才觉得，那我们把家留给我们的家人住，那我们夫妻就出来这边也换个环境，换个心情，也蛮好的。居间者他在做居检的时候呢，他必须是要1人1户，所以居检者他跟家属呢是不能同住在一个屋檐下，所以家属呢就必须呢向外去寻找住的地方，比如说旅馆。所以我们就因为这样子的需求，我们推出了这个家人安心住的一个住房专案。那从1月26号之前呢，我们接受预定以及入住，那连续入住14天，那最晚呢在2月10号呢要来退房。那连续住14天呢，我们就会给予36折的这样子的一个住房的优惠。饭店为了让居家检疫家属安心住房，减少负担，为了感谢医护人员的辛劳，嘛特别在今年年菜外在服务推出专属的医护人员的专案，用现金兑用券的小送来小听。其中一道落地卡地古早味，染上特chế酱料，就进入富贵的年节气氛。为了要替我们医护人员加油打气，特地呢拟出了一个医护人员的专属方案，叫做“医护我应援”过年年菜外带的方案。针对医护人员，只要下定我们的年菜呢外带，然后出示我们医护证件，就可以立即的享有单笔消费5000元，我们就送500元的鼎元餐厅的现金抵用券。那就是为了呢要帮我们医护人员打气，也希望医护人员在过年的时候呢可以享有热腾腾的年菜，然后一起的为我们台湾的疫情呢做严格把关，希望大家可以手牵手一起度过这个难关。饭店对680块起的单点料理到6880块的倒菜拢有，要让防疫医护人员感受饭店透过折扣上直接的支持。台南新闻军及林根采访过的。